即摆疫情的各地你看，敢有可能清会了、清会尽？卫福部长陈时中讲，未来有可能要甲病毒共存。啊，那医界看法呢？台大公益教授詹中权建议讲，要减少跨县市的活动。台大医师李炳英认为讲，阶段性任务目标毋是清零，是透过预防下避免重症还是死亡。这个孔冠宇教授嘛讲，这个医师讲，目前台湾是为疫情爆发到即马上温室的汇率，甲病毒共存这条路。一定要行。学校看起来真安全，病毒线嘛是拖未来。全台湾学校宣布停课班一直变多，去年3级警戒敢会阁出现？这个除了个人的卫生之外，我想我们在校园环境必要的这些清消落实。因为经过了这2年那我想学生、老师对这方面的注意事项这个大概应该比较相当的这些经验会可能会共存，所以在防疫上这些工作未必都每次都采取最强非常的手段。不过 Omicron 拖到真凶，敢要和病毒共存？卫福部长陈时中话讲得真保守。在整个情况，你不得不共存了，所以在共存的条件里面，去寻求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台湾现在当然未来有可能会走向共存。病毒变化真紧，防疫政策今日当对你调整。不过本土不明感染源传播链扩大，真恶找的关联性。啊，这病毒到底是为倒位来的？真是病毒不会自己产生嘛然后当然都是从境外，整个航空或者是从船运或者从偷渡这些都有它的一个可能性。病毒的种类已经基因系列是有差不多20种或20几种，那个不同的病毒也是表示说，从国外的境外移入的一个病毒。就是有那么多病毒为真侪所在传未来，清明连假就要开始，外界烦恼假期煞疫情得总变开。医师认为，要紧调查清楚传播链，民众嘛要做好家己的防护，才袂让疫情愈传愈严重。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